成功了完，大家敢好？好吼，大家爱起来做，你就会有感觉，迄叫做产妇。咱拢知影生妇咧无用，敢知咧无用啥？唔知吼，咱即摆开始啊体会生妇咧无用啥，对咧做袂知，吼，好来，咱即摆开始哦吼，咱拢有睇着啊吼。啊无你遮来，咱坐就好啊，出镜一个吼，来。好来，都有了哈，咱即摆先来，今仔有请单，所以咱先跟大家再复习一下，咱今仔生妇仔袂上的啦吼。2楼先否还袂上的哈，送了那就没有办法复习了哈。好，没关系，那个下次我们可以12点再送哈，可以跟他复习，我们下个月再来复习。我们每一个月来，我们都把3毛复习一次，无为就请来维持啊，1个月来，1个月无来，唔知影吼。没有关系，咱进行坐正，来，坐正。要有点到半到。对，就是头点到的时阵，嘿，好来，坐正吼，好来，坐正，人讲坐正，较会去人听。有影这熟悉的吼，好来，坐正来，预备，1、2、3，开始，公开语言就古真经都可以。你要念台语念台语，念国语念台语，念咱家己听有诶，无咱的九片去做听，咱家己要回头。好来哦，1、2、3，开始。恭送弥勒救苦真经，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佛为经，听报济乐灵三地，念花印题可三生，乐在中原三圣地。大智寿川王特心，天真修缘挂圣号，等待时节点神兵，分雷震开无地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间中华有，幽莲性格归上生。天花罗柳水玉线，修缘变化在高空。南北两极连中枢，浑圆高切在中央。老柳降下红天下，无影山前对合河。平移要想归家去。思念东来弥勒经，用心思念本来求，好得金莲去挑心，识得世来别用主，用以减气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思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向成佛勤礼拜，相持聪明智慧心，又听邪人好说话，乐酸意骂两无心，老柳降下红今天就，用心持念有神风，满天星斗得好事，五方列仙。大天宫，北方神王来对候，报数灵通三德清，三观大地诸比主，正罪三者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天地无过一定成，发达天公来护佛。各为菩萨救众生，天命三世入万众，五辈灵官真随经，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相互必万利，八方之母为众士，情愿无法天神通。这去做起，这日月。
朝廷新罗7个新，规定北方为岁数，俗称诸恶半教丁，大别原用义律，每讲六批话为主按明文来做国家相援去健康，是方天的护佛教。国为民族去成功，弘扬了得为家己转得参扬弥勒尊，吾王得利下下心，求福南洋归正宗，来往做客天言寺，天下东来大壮经，英仪乍入上凄凉。家神不敢来平心，凄凉一别心痛大，凄凉两别一朝生，凄凉三别心鬼烦，梦两相无化为云，修持劫累顺路径，良机真言归佛灵。南无天元海报阿弥陀佛，就是。时刻手抱合同哈，放在咱的痰中穴，哈，练两个骨头，练两个骨卡的胸，啊，家己头担10个来，嘿，好再好，嘿，3颗4颗。来看咱的电板吼，顶悬有写来，咱做伙来量出来，啊，内底圈圈吼，量咱的姓名来，愿家。中处功德会量，祖先啊阿爸阿母啦，家己的姓名，念自己的名字，然后的9学7祖，啊，冤亲债主，冤亲债主，愿生你的行中用天规健健诸尊容容，一碟不退无相道，在水菩萨阿雁图。好，雁图。咱的电板吼，旁边收一下。然后咱每一个月，咱若有累积的零钱吼，来，咱来进开始吼，做手平的动作哈，来续平的动作来开始哈，给大家简单的几分钟，或许还是强调掉下去的是零钱，不是要给你摕大张，因为摕大张你袂当细水长流，咱是要养成一个储蓄的好习惯，把这个去脾气、感毛病嘛是叫做一个累积，一块一块咯，慢慢的把那一个习惯养成好习惯哈，来，咱开始哦哈，来给大家。